头起先，咱要来关心的就是总统赖清德上任后，今仔日是第一摆出访，伊是拜访南太平洋3个友邦，咱的空军派出4架 F-16的战机来甲陪伴，互咱的赖总统一直讲看到是真感动，希望这抓会当顺利来完成任务。也那赖总统伊第一站是伫美国的夏威夷来过境，伊嘛甲访问团的成员讲，说落来这行程会排甲真难。 机的左侧有4架 F-16战机正在护航，中华民国空军正护送总统出国，并向3军统帅致敬。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遍出访，4台 F-16战机飞伫咧战机边啊，向三军统帅表达敬意。赖总统真感动，第一次看到战斗机班飞，我觉得是还蛮感动的，蛮有意义的，也让我们感觉到说，哇，这一趟啊。 我们真的是任重道远，还一定要好好工作，要顺利完成使命，不辜负国人的期待。希望出访的任务顺利。赖总统7天6暗将会拜访南太平洋3个友邦马绍尔群岛、图瓦卢、还有帛琉。第一站会先过境美国夏威夷。虽然总统府无公布内容，不过赖总统甲访问团放上时阵讲，行程排甲正满。专机抵达夏威夷之后，我们的外交任务就要正式开展了。 这是一趟紧凑的行程，我也相信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我们都是 Team Taiwan， 未来7天我们一定能够通力合作，让台湾稳健自信地走向世界。虽然团讲中国将会用军演回应，所以赖总统并外交过境期间甲美国方面互动的战绩，是不是会当有突破，将会是赖总统第一场元首外交的成绩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